高雄巨蛋商圈附近有一间烘肉店，昨雄兄弟面册宣布关门，开放有买参观的人退钱。店家官方网站讲是因为原物料起价，厝租伤贵，成本伤重，记载袂调才决定收单。高雄市劳工局表示，目前无收到劳资争议的申诉，会继续关注这件代志。这间开伫咧高雄巨蛋商圈迄家岛高级实在会当食汤海的烘肉店，2011年开幕时，就算一个人就要差不多1000块，也是成袂少民众来消费。虽然新冠疫情阁会当坚持落来，即马说雄伫面册宣布，初透早5点了后暂时停业，也未用的餐券到初6进前拢会当退钱。可能是竞争关系吧，因为附近也蛮多店这样。你是买几张啊？剩这些啊？说是10送1。早起10点会当退餐券的时间已经到啊，大门也是关条咧，就要主动弄门通知工作人员才会当入去。打电话予餐厅负责人，无人接，目前无回应。不过面册写讲是因为未堪咧原物料起价，管理成本才会暂时停业。生计怎么办？就继续营业吗？啊，现在就是暂停歇业。暂停歇业啊？那今天员工是不是都还会上班呢？没有，我们到昨天而已。到昨天而已啊。要瓦年啊，餐厅煞宣布暂时停业，员工雄无透露。劳工局表示，目前也未接到劳资争议申诉，会继续关注。嘛，呼吁雇主咧营运的时，都要大声考虑员工的权益。若有劳动权益的问题，嘛会当咨询反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